從睇樓到落訂，我哋1個星期就搞掂咗啦。一開始咧，我哋喺 YouTube 上了解到嘅，呢次嚟中山，一方面係嚟旅遊，另一方面更係嚟考察下深水嘅樓盤。西區對我哋嚟講性價比好高，網上都話呢度係中山尖沙咀，呢度嘅配套已經好成熟㗎啦。生活喺呢度好方便，行幾步腳就到㗎啦。喺交通商業大廈上車，坐直通巴士，直線距離都係3公里左右。行港珠澳大橋，加上今年年中開通嘅深中通道，更加係可以一路高速過香港。而且呢度嘅小區環境都幾唔錯，好似公園一樣，好適合我哋呢啲退休人士喺度安居樂業。畢竟嚟大陸養老，最主要仲係住得舒心咯。我哋買嘅係6棟嘅，大約1500尺戶型。專梯專戶仲唔止，銷售同我哋講，6棟係樓王戶型，睇出係好靚嘅中心園林景觀，一視無遮擋，角度更正，當然更好啦。呢個戶型嚟講咧，成個戶型係南北通透嘅，4開間朝南，南北採光大概150尺，加上呢個咁大嘅窗咧，哇！第一眼我咧就好鍾意，而且4房設計啱晒我哋一家大細過嚟呢度住。當然啦，我仲覺得公園4季嘅品質做得相當好，單止係一入小區同我哋打招呼嘅物業團隊，仲有大牌子交標，都令人覺得好安心。而家公園4季一期都已經收咗樓啦，精裝交樓就等我哋買齊家電住入嚟啦。平時喺樓下散下步，生活都好悠閒嘅。喺呢度生活就係要嚟享受。